恒春半岛争取真侪年的滨南快速道路，确定咧评估施工。不过，规个工程为规月宽平到施工，阁要开13年。地方认为实在伤久啊，希望中央会当拼紧，量早消透出入垦丁的车阵。水底寮5车路口满拢是汽机车，每到年假，大量的游客要去垦丁，水底寮滨河公路顶路段就会塞车，佫影响屏东向台东方向的交通。恒春半岛居民因为安尼，争取国道3号东顶南延的滨南快速道路真侪冬，即马总算入去可行性评估阶段。我们把它叫做救命的道路了，因为我们这边医疗水平很差吧。如果急重症要往外送的时候，时间会比较快，争取时间这样，最起码有半个小时以上。滨南路线会分3个路段 ，A 路段对德长经过潮州等所在了后到枋寮 ，B 路段沿西海岸到红港 ，C 路段则搁对红港一路到恒春。若开通，唔但会使减少民众去市区病院的时间，嘛会使改善廉价交通。但因为顾问公司评估需要13天才会使完工，嘛互恒春民众怨叹时间伤久。综合规划还有环境影响评估这个阶段我们是希望可以加紧速度7成，可以重叠的这个工作，我们会尽量来缩短它的一个作业的一个时间。它是属于快速道路，那所以它需要进行所谓的2阶段的一个环评。未来在处理顺利的话，我想可以来缩短这个完工的一个期程。公路局表示，综合规划甲环评作业大约需要5天，设计甲用地取得各需要2天，但会使同时间做，施工嘛需要5天。另外，道路阁要考虑海华景观冲击、军事警限检定问题，但会尽量撇开向属地基定的方向拍拼。记者陈焕武、面交馆屏东报道。